小姐，小姐开门呐！错过了进宫时辰是要受罚的。不开就不开，阿光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，我就不开。哼，小姐你就开门吧，错过了时辰，喜儿也要受罚的。小姐，要我开门也行，不过你得让他谢延琪过来，我要看到阿广没上，要不我就不开了。哎呀，小姐你就开门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开门呢，小姐。王爷，您这是自投罗网，恐怕这盘又要输了。跟王爷对弈这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王爷自毁城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输了就是输了，本王可不是随意找借口推脱之人。来吧。启禀王爷，尹姑娘拒不开门，非要见阿广平安才肯开门。秦柔，秦柔，秦柔！阿广是你吗？是我啊，秦柔。阿广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三王爷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哎，除了不让我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本来就不爱出去，外面这大太阳晒的，我皮肤都不好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一听就知道你好的不得了。阿广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啊！尹姑娘，你快点，阿广你也见着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知道了。尹姑娘，走就走。喜儿，你要乖乖的啊。青柔，你在宫里可要多加小心啊，可别再碰个容嬷嬷什么的。阿广，你就别吓我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小燕子，也没有五阿哥可以罩着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那你说会比伺候孔双双还难吗？那就不一定了吧。哎呀，不过，谢谢你送我的那个陶靴，虽然我不会吹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有机会我教你。真的吗？那拉钩。啊？来，这样，带上。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这。谢延群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一根头发，那我就让你跟他一样。好了，本姑娘潇洒去了，一边去。
走了。阿广，好痛！住！住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些可比横店那些假玩意儿好太多了。这不会是真金的吧？皇后娘娘驾到！大胆，见到皇后还不跪下！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性格虽顽劣，但细细看来，还颇有几分姿色啊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奉皇后口谕，尹晴柔乃庶民入宫，吃穿用度一律按粗杂奴婢使用。拿着吧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就把他交给你了啊！瞧他刚才那个行礼，再看看他这个站姿，都像什么呀？一般新人入宫，都是从什么开始学起的？回皇后娘娘，一般新人入宫，学规矩要从跪姿开始。那就去吧。是。跟我走吧。你说两句就跪，小太阳应该防不不息的。饿死我了。我这眼里头啊，可容不得沙子。想偷懒，小心戒尺。哟，四王爷，果然是你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快走。本姑娘没空陪你瞎聊。怎么，刚进宫就被罚跪啊？你，四王爷，这新人入宫啊，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跪。这规矩好。邱公公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规矩？比如说，倒夜香、扫塔楼，或者……行了吧你，没你这样落井下石的。闭嘴！脾气倒不小。你知道得罪我，分分钟我都能要你小命儿吗？哼，你们这些富二代都这样，谢延琪这样，你也这样。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！反正我都进到这个大笼子里了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富二代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你们应该叫做皇二代。皇二代？哎，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爸是皇上，江山是你爸打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做过什么贡献？你是拯救过地球呢，还是促进过经济发展啊？你凭什么过得那么逍遥自在？
反而是我们这些踏实努力工作的人，却要被你们这些坏人踩在脚下，简直没天理！闭嘴呀你！有意思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四王爷，放开！你都拉疼我了，动不动怜香惜玉啊？那我也让你拉我，算是扯平了。我才不稀罕！哎，我好歹帮了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哎，害我进来的是你哥，罚我的是你妈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行，算我自作多情。要不是我三哥喜欢你，我才不稀罕帮你。我还告诉你，要不是他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惨呢。那这样吧，作为报答，你给我讲讲你和我三哥是怎么认识的。想知道吗？想啊。好奇吗？好奇啊。那我就不告诉你。你，邱公公到！哎呀，怎么办？糟了！邱公公肯定要拉我回去继续跪的。你要不要求求我呀？四王爷，你就帮帮我嘛！你可真行，变得可真快。废话，说两句软话就能免受皮肉之苦，这点账我还是会算的。四王爷，尹晴柔还没跪足2个时辰，老奴来带她回去。那怎么能行？四王爷，你不知道这丫头有多无理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她冲撞于我。如果我不好好责罚她，那以后宫中还有我立足之地吗？去回禀母后，就说我今天晚上让她打扫寝殿，一根头发丝儿也不能有，要不然我就让她天天倒夜香。不是这怎么，这么点小事儿还让我亲自去禀告母后？哎，不，四王爷，老奴这就去禀告皇后，告退了。太赞了！你这个皇二代还挺管用的嘛。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你得罪于我，该罚。不至于吧？你个大男人这么小气？怎么不至于啊？除非什么？我可是良家少女。你太有趣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尹晴柔被四王爷带走了，说是冲撞了他，他要亲自惩戒。老奴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回来禀报了。老四，四王爷跟你说要惩戒那个奴才是吗？是。哼，表弟一向花样最多了，尹晴柔在他手里一定没好果子吃。哥哥，这个尹晴柔果然大胆，连表弟都敢得罪。我看不如就让表弟好好出出气，也给这个尹晴柔一点教训。也好，不过小秋子，你看着他，毕竟那个尹晴柔是老三送来的人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哎。王爷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？本来是要休息的，但突然听到如此悠扬的笛声，还是忍不住要出来看看。王爷见笑，很久没有吹奏了，有些生疏了。这笛声时而婉转，时而高扬，如泣如诉。想不到你也有思念之人呐。
有点想家了而已。哦，从未听你提起过家中之事。我自幼家遭巨变，我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死在自己的眼前，我命他逃过一劫。今夜月圆，触景伤情，所以用这笛声来慰藉自己思念亲人的心情。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身世，本王却全然不知。亏我还总以知己自称，惭愧。没什么。不知仇人现在身处何处？如果你需要复仇，我可以助你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相信老天让我活下来，也不愿意看到我背负着仇恨过这一辈子。哼，本王最欣赏的就是你的恬静和淡泊，想不到你还如此超脱，真是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啊。应该是独孤的荣幸才是。王爷，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出身，还一直把我当知己，你才是我的贵人。好了好了，你我二人不必再客气。王爷，王爷，但说无妨。啊，禀王爷，尹姑娘入宫以后，皇后娘娘觉得她没规矩，给罚跪了，结果让四王爷带走了。被老四带走了，那是为何？说是冲撞了他，要责罚他。王爷，要不要入宫看一看？他活该，与我何干？本王累了，独孤你也早点休息。干！你这个人不错。怎么不错了？我刚开始还以为你。他想娶就娶，本小姐还不愿意嫁呢。你说的那些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，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三哥为了整我，让我进宫，可我尹晴柔也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软柿子。再说了，我决定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试，然后当众反悔，让他难堪。你这么说，好像不太喜欢我三哥。那当然了，谁会喜欢个冰块嘞？大夏天都能冻死人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挺配的。我呸！我呸！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……不对，不在我们家那边，电视剧里一般说的这样的话，最后两个人肯定是要在一起的。我重新说啊，不管天下的男人死没死绝，我尹晴柔都不会嫁给谢元清。哎，喂，哎，醒醒！哎，来人！三哥哪儿找来这么个丫头啊？启禀王爷，探子回报，昨晚尹姑娘好像进了四王爷寝殿，至今还未出来，而且他们似乎还喝了酒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喂，起来，把醒酒汤喝了。你别烦我。哎，你。
三哥来了，正好，你把这醒酒汤给他喝了吧，我是拿他没办法。以后离他远点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吃醋？我是劝你别失了自己的身份，跟一个丫头把酒言欢，成何体统？三哥，你这话像是从母后嘴里说出来的。哦，我和他把酒言欢不像话，那你想娶她，这算什么呀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那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。我再说一次，以后离他远点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小弟遵命。还说不是吃醋。娘娘，这丫头胆子太大了，昨天晚上竟然夜不归宿。您看，人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？刚才明明不在呀。下回查清楚再说。娘娘恕罪。尹晴柔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洗漱？晚了罚跪。我知道了，公公。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也没被罚。哎，难道是谢元琪帮了我？